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昨暗伫永德大道高立乡甲王美花的轿车甲民众发生车祸，交通分队表示讲，高立乡的车无去压到奥多拜。高雄茶山有民众好亲像去互军方的流弹跌到脚，事故原因目前也等咧调查。网络伫咧流传一份台湾美国要协助泰国发动革命的公文，是中国网军所放的假消息。台湾也有2位民众参与，已经移送法办。昨暗伫咧永德大道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甲伊的牵手，也就是经济部长王美花，因所坐的轿车甲一台奥多拜，也佮另外一台轿车发生车祸。有风声伫咧传讲，因2个人随来离开，无做任何笔录。王美花也背回讲，因有听候警方来到现场，也确认着伤的民众不要紧，才来离开的。交通分队也表示讲，3位驾驶拢有讲出同款的发生原因，都无强制其他的人员就爱留落来说明。交通分队也搁再强调讲，高立乡的车甲奥多拜无相压，详细原因搁会调查。车在暗时9点外，永德大道一台汽车落山要驶向正边，拄好一台机车开去未好反应，有时该弄到。骑机车的人摔伫涂骹，手甲脚头骨拢受伤。对向车道另外一台事故相关的车辆内底坐，正是国安会秘书长顾立勇甲伊的夫人、经济部长王美花。不过消息传出，警方伫做笔录的时阵，只有顾立勇的司机留落来，顾立勇甲王美花先坐计程车离开，引起外界质疑2个人赶紧闪。无到底留落来，这笔录有停驶的缺失。我们就请司机留下来来调查，那我们就自己坐计程车回家。一定是你们快闪？不是，我们是等警察来了以后，那确认这个3方的司机都没有问题，并且那个3方陈述的肇事经过都是相同的，不需要再对那个乘客做一个那个后续的一个调查的一个必要。机车跟顾立雄的坐车，他是没有擦撞的。对着赶紧离开的讲法，王美花赶紧澄清，甲事实无符合。树林交通分队也澄清，机车甲顾立勇坐车并无相撞。总统府也发出声明，顾立勇甲王美花伫现场等待警方到位，确认骑车的人无要紧了后，只是司机协助调查才先离开。不过，车在暗时，大家聚会地点却是意外别出，正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的官舍。是不是去日本大使馆里面？是不是？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是不是？是。院长知不？唔知。哦，唔知。有没有谈核实？完全没有。王美花被询时承认这个行程也说明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大约约伫6月，也未担任经济部长时就确定，强调过程绝对无讲到核载食品议题。苏贞昌是讲唔知有这项行程，乱书报批评涉外议题的各界在会晤，闹到苏贞昌唔是头一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10点外，有民众去到高雄的茶山爬山，伫咧哮喘的时阵，感觉伊的倒骹去互物件击到，鞋啊脱落来，才发现讲骹目一直咧流血。送到病院急救了后，才发现讲，这个空嘴可能是去互枪支拍甲弹过去啊。透早军方也伫附近的靶场进行射击演练，警方也去到发生事故现场收集证据，通好才来判断讲，敢是军方训练所产生的流弹有关系。爬山人坐伫涂骹，骹包全是血，警消赶紧协助指挥。11早起10点外，高雄一名66岁男性，甲朋友伫茶山4张青仔附近休困的时阵，先听到好亲像是炮声，佮感觉倒骹被物件拍到，就是擦伤，想袂到送医了后，竟然是被枪支弹到。左脚踝那有疑似枪击穿透伤。8点到12点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柴山有一个那个海军陆战队2栖侦搜大队他们有在实施射击训练，有短枪、长枪以及爆破的一个训练。军方射击训练地点离4张青差不多2公里，以长青射程来讲，无排除误伤的可能。军方证实有10大射击证据，会配合调查。警方下晡伫离伤者200公尺的所在，找到一个长青的弹头，未鉴定是毋是伤人的枪支。消息传出了后，引起民众议论甲市府重视。陈其迈市长在第一时间即马上打电话给海军司令刘司令，那么要求海军停止实弹射击。不晓得为什么会突然今天会有这种事情，我也知道觉得很惊奇。如果是真的是靶场的关系，那就要注意了。
和庆记5项人好佳在生命现象稳定。事实上，伫民国89年11月，高雄茶山也捌发生军方流弹伤着民众的案件，即马佫传出好亲像是流弹佫误伤，佫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带病入境个案，是对美国回来的台湾民众。另外，进前发病的中国台商监视本土病例记录，指挥中心也针对着旅馆的环境甲服务人员进行采检，全部拢是阴性的。目前也是继续伫咧追查感染源的来源。国内新冠肺炎国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病例，第716例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长期在美国，今年11月30日家己一个等来台湾探亲，居家检疫期间出现鼻沫、鼻水，看医生采检了后才确诊。这个个案因为在他前2天发病前2天到住院隔离都在居家检疫也没有跟他人接触所以也就没有匡列接触者。这港台商所引起的本土染疫证据，指挥中心表示，719例，这港台商甲693例德国籍男性虽然共一个旅馆，但过无共流传，已经针对防疫旅馆环境做采检，个案的门板、涂骹、电话、电视遥控器、液晶马桶、空调出风口、1楼、3楼、6楼这公共区域都成门板，总共20个采样点拢是阴性。不过有专家认为，相信国际研究指出，两者带无共层、无共人的杀掉，因为共用空调去围掉，无排除空调染疫的可能性。可是我这空调的环境里面的窗子并没有打开，并没有换气很良好的时候，经过空调传染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是空调传染的话呢，通常不会只发生2个人指挥中心强调，14名旅馆人员的 PCR 核酸检测加血清抗体都是阴性，也扩大针对719例等台湾共房机的10名旅客加1名防疫计程车司机做采检，目前18人 PCR 阴性，3人药力检验，5人血清抗体阴性，16人检验当中，也比对2个个案的病毒基因，调查是不是共一感染源。这家旅馆的这14个旅馆的人员可能也都会感染所以看起来是比较不像是有共同，也不像是有共同感染源了。另外，新加坡政府为10月开始解除对来自台湾旅客入境限制，旅客出发之前要先申请航空通行证，到新加坡机场了后要接受病毒检测，若是阴性就能自由活动，免居家检疫。台湾外交部表示，这个措施对两国贸易往来有帮助，也感谢新加坡政府肯定台湾的防疫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东部外海发生规模6.7的地震，这也是今年上界大的地震。有学者表示讲，这个区域的地震是有周期性的。不过气象局也表示讲，地震有重复性，不过无周期性。照目前的观察来看，地震尾规模已经是愈来愈小啊。拜是初三暗时，地震发生的时阵，这间位在桃园的24小时营业生活百货，下架顶面物件东倒西歪，有的物件甚至落来拢摔破，涂骹拢是管仔流出来清洁用品。这个发生在东北外海规模6.7的地震，是今年以来规模上大的地震。有学者分析，这是稳密板地内部型地震，会有周期性。我们板块运动有一个固定的速度，然后以末代里面的断层它有一定的断层强度，400-500年来，他们有很长的历史记录，那我去分析出来它的规模和位置他们说是90年到100年。根据气象局监测资料显示，这个地震发生了后，已经有10外摆有动，到11拜5有动数列也伫继续。点外发生规模4.1有动，了后2点15分的有动规模5.6上大。不过了后规模拢有减弱的情形，一礼拜以来拢有机会有规模4左右的有动。总共的这个地震序列呢，就是13个。还有趋缓的迹象。对。最后一个是今天早上的9点59分。不过，这个全台真有感觉的地震，有11个县市动度达到4级，却受8县市的民众根本无收到国家警报简讯，讲家己是边缘人。气象局解释，因为地震警报要紧，宣布系统自动发出，系统会用预测动度发送，所以有偏差，后续调整参数设定，互简讯发送更加正确。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着300种猪肉议题，台北市政府伫今仔日强调讲，明年正月特别伫贩卖区域推出一个无300种专区，也要求肉品进口商就要检制检检。新北市也通过食品安全自治条例，强调讲猪肉袂当检出300种，若准中央无同意，就要提出释宪。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再强调讲，食品安全就要全国共款规定，才袂乱抄抄。校友义也回应讲，若准备全国统一，就要甲有300种的猪肉标示出来才对。明年就要开放美国内地进口，台北市长郭文惠12向外宣告，台北市政府要推动超商、超市这通路，明年爱设立无含内资专区，要求未来猪肉进口商爱强制经过内资检验，为进口商到通路食品业拢爱清楚标示，宣示地方保卫食安的决心。各批评行政院表示根本无路用。那目前在行政院这个标示产地的方法是没有效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没有用。增加困扰而已。那必须要在1月1号之后，我们还是如果中央没有宣告地方自治条例违法失效之前，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依法行政。新北市议会初稿阁通过食安自治条例，鉴定猪肉300种零检出。新北市长侯友宜阁表示，假如中央无同意新北食安自治条例，会申请释宪。面对地方中央护抢，苏贞昌向地方发挥，强调食安爱全国共步规范，才袂乱去。国家就是一个，那食安是第一，那全国要同步，不能乱了套。我们现在注意到各地情形，也会最后有一个统一的规范。那统一做，主要的是把莱猪标出来吧，你就把莱猪标出来，统一让民众一目了然。侯友宜反对在批评，爱统计就应该标出来的。苏贞昌表示，政府实施5大管制措施，为源头、海关甲食饭岛啊，拢会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社会主体问题，台北市长郭文哲搁再甲中央呛声，呼吁内政部就要定出一套全国统一社会主体租金标准。内政部长徐国勇也回应讲，可能是台北市政府无啥了解中央的政策。其实内政部早就捌回应社会主体租金拍一个比例啊，另有风声讲台北市无买伫6张犁起社会主体，要交登去互中央发落。最近的社会主体争议，和台北市长郭文哲就是毋是定出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体租金标准，加内政部互相争论。有媒体就表示讲，是柯妈妈何水英建议郭文哲甲球献予中央。是柯妈建议你把社会住宅丢给中央的吗？郭文哲无做回应，台北市府澄清，市政方针拢是经过专家规划，甲柯妈妈无关系，更加无撒予中央。内政部长徐国勇讲，台北市府无可能无清楚中央的社会主体租金标准。台北市政府曾经来中央申请过非自偿性的补助，计算标准他们自己来申请，我们给的标准就是很清楚，一般8折，弱势60折，就是用这个计算的。他们来申请的是用这个计算的啊，那他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嘛。社会主体啥物人要去？中央甲台北市府也团出合作破桥，位在信义区5兴街、信安街预定有1113户6张犁社区的第一基地，内政部正式会由国家自主中心接手。第一基地原属国防部陆军保养厂，由台北市府向中央租地。中央予伊土地租金补贴，收地价5%。不过台北市府一年爱交6000多万租金，回收成本55年来算，土地租金就要33亿，无法负担。有国有的或者国营事业的土地比较多的话，由这个住都中心先行规划。台北市政府不是说放弃啊，只是说我们遵守前2次开会的会议结论来办理。柯市长希望说，我们每年还是3000多户开工嘛。裴正新强调，台北市府毋是要放弃买起社会主体，而是租金费用真多。内政部讲，社会主体土地租金已经纳入中央对地方政府非自偿补助内容，未必然会造成地方政府的财务负担。不过尊重台北市府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头一只多工级的巡防舰，在一伫高雄中信造船厂交船啊，因为这只船有导飞弹系统，平常时除了巡防以外，卖当修正，受到各界关注。总统蔡英文也专工落南去参加典礼，也强调讲国南各做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海巡署第一只多工级安平舰正式来交船，总统蔡英文伫交船的典礼会场上特别表明维护国家海峡的决心。
离岛地区严重的越界抽沙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海巡署将持续派驻大型的船舰，该取缔就取缔。随着新舰艇的加入，一定更加的展现我们海巡执法的魄力，展现捍卫我们蓝色国土的决心。照海军多工级弯形艦设计600栋安平艦，同款是双船体，有高压水炮，上大的射程是120公尺，主要执行海上逃生救难、赶走越界中国船等等任务，嘛有定海火箭弹、武器系统等等，而且会当作战，不止航行速度紧，还有向里向沙飞弹系统，未来会加入南部海峡巡防。我们的飞弹。管线跟接头都准备完毕了。那我们的发射系统的有关于讯子系统，我们也都有建制。那未来平弹转换的话，我们依照国防法相关的规定就由我们海军来指挥。中信造船公司今日新交第一只安平艦，第二只新光艦嘛当时号名落水。按算到2026年，会有12只海巡艦交船。蔡总统随后嘛就船巡视安平艦，向大家来握手，宣示各艦各组继续行。记者陈嘉文、林玉凯高雄报道。伫咧美国，就共和党的众议员伫听证会顶头呼吁讲，美国国会爱考虑立法，甲台美双方的办事处任命做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以及着台湾驻美国大使馆，来深化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讲，感谢美国国会拍拼，也会尊重美方的意见。要让台美关系更加进一步，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佩里在一场探讨台美友好关系听证会上指出，众议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普要提出台湾特色法案，伊本人已经加入电子，也呼吁国会应该考虑立法，将双方的住处升格为大使馆。In light of this move, Representative Hisao should be referred to as ambassador in all official capaciti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ese diplomatic measures demonstrate just a small fraction of our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Taiwan. 是说有关于美方他们在努力的，尤其是在国会在努力的，我们都表达感谢之意。但是有关于我们台湾跟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些协商，那我们也会仔细的跟美方来进一步的沟通。但是有关于美国国内法律的这个修改，我们必须要尊重美国国会。当然。佩里强调，这措施会让世界知影美国重视甲台湾的关系，佮鼓励其他国家甲国际组织来学，因为中国一直威胁台海区和平。共和党籍众议员又何建议美国爱采取战略清晰政策，清楚表明对台湾议题立场。I introduced the 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 over the summer, which would authorize a president to defend Taiwan with U.S. Armed Forces in the event of an attack by the PLA. 美国部分议员希望提升对台湾关系，不过中国对台湾措施步步进逼。中国学者陈辉良在一场研讨会表示，港版国安法本身包含反大陆条款，应该爱成立涉台国安法研究机制。两岸关系已经进入中国主导、完全统一的进程。中国学者更释出政治信号，也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的鸟城要挖刀的时阵，发生一台轿车撞到6台奥多巴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根据着警方的调查，这位细老的驾驶无食酒，驾驶也讲伊本身有高血压的疾病，向头型才会造成失去控制，发生车祸。正伫停等红灯的机车，正准备要起行，后壁这台白色小轿车完全无动车，直接甲撞落去。车祸现场是一片混乱，其中有2台机车也骑伫轿车下面。他撞我之后，又一直往前开，然后就看到前面的人被撞飞起来这样子。哎呀，但是我是有叫旁边的人赶快去把他就是拦下来。倒在地上的有4位都是女性，那比较严重是一位阿嬷，她躺在地上，她右脑这边着地，然后
怎么呼唤他，他都没有反应。代志发生在11早起11点外，55岁4楼的这个开车的人，经过鸟青区美山路时，向启动着同方向6台机车，骑车的人拢未火险，现场造成6个人送病院，其中一个78岁姓陈的妇人人急救了后不幸死亡。警方初步调查，这4楼的开车的人酒测但是零，讲是向身体感觉无爽快，头壳晕，造成车失去控制冲出去。据这个驾驶表示，他有罹患高血压。那当下的话，驾车的时候他感觉到头晕，然后轿车就失控，然后就发生这起事故。高血压在这个天气有变化、气温有变化的时候是会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会建议说，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你有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非常规则的把那个血压把它就是控制住以外，就是每天都要量血压。那药物要固定服用。医师也提醒，最近日夜温差大，爱注意穿好烧，食物件唔通伤咸、伤油、伤甜。另外有一寡高血压患者症状无明显，所以建议18岁以上民众至少每年量1摆血压，定定运动，饮食平均，也要控制体重。记者综合报道。艺人罗志祥，也就是咱叫的小猪，日前去互检举讲，伫伊内湖的厝尾顶起一个游泳池，去互台北市建管处认定是违建。今仔日政府阁派人去到现场勘查，认定讲这个游泳池当日拆掉当中。建管处进前有2摆要入去勘查，落尾拢向倒落来，也是经过开发了后才通好顺利进入。稽查人员去到现场确认讲，游泳池已经拆甲剩一个底座，处主也答应讲，第2进前会恢复本地面貌。讲到台中捷运的绿线伫试营运期间发生烧接的中心省登记以外，根据合约内容，若准有去签到通车时间，台北市捷运局会当向捷运的制造厂商传奇要求赔偿，金额会当超过21亿。台中市政府也会当向台北市捷运局讨赔偿。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讲，10月下晡会收到列车的事故调查报告，14才通来决定讲当时会当恢复通车。台中捷运绿线试营运6天，就发生组成登记。检修期间，伊阁发现第2期的组成嘛登记，毋但试营运划停，原定要12月19号就要来通车，嘛会被耽误。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依照合约，一定会向北捷来求偿。今天下午以后会收到北捷的报告，那我们需要几天的时间进行这个研究跟讨论。预计在14号，下个礼拜1号会做个决定然后再跟大家报告。罗秀燕表示，该负责就一定要负责到底，嘛要请北捷工程局到台中来报告。如果若是超工来拖延，佮要来加算利息。不过台中市原质疑停驶期间的损失，依照契约是由北捷局向传奇动工来求偿，台中市应该按哪来进行求偿。北捷表示，还佮进一步来讨论。这个假设性的议题没有办法回答呢。这个都还是等到讨论确定以后，再来对外说明，好不好？北捷强调，佮进一步甲台中市府来交换意见。卢秀燕表示，已算11号下晡就会收到报告，不过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判读。台中市府强调，嘛会甲北捷同步来进行厘清登记的原因以及改善的作为，搁再来根据契约，对着厂商来做适度性的裁罚以及求偿。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看中国疫情。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到7月为止，搁再增加15站病例，其中有6站是伫咧乌龙岗甲四川。为着要避免疫情传开，哈尔滨教育局也提早予高中以下学生囡仔休寒。另外，讲到香港伫11即天就增加86站确诊病例，特首林郑月娥也讲，头一批武汉肺炎疫苗后个月就到位，希望2021年大部分的香港人都会当注到预防针。新冠肺炎的疫情滚觉，中国乌龙岗阁传出疫情。根据乌龙岗牡丹岗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指出，水分河市、东陵市分别新增加一个确诊病例。目前水分河市、东陵市2地已经启动全面核酸检测，预计在3天内完成。目前，东宁市防治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绥芬河市防治研究决定，自今天起，将确诊病例居住的绥芬河市青云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为了避免疫情传出去，哈尔滨教育局发布通知，当地小学、国中甲高中会提早休课。若是成都市卫健委是伫咧新闻发布会顶悬嘛表示，成都市郫都区伫咧已经实施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第2轮的核酸检测的体检当中，验出4例阳性。病例停留后的所有场所均已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并实施终末消毒。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到12月初10，中国新增加15例确诊病例，其中境外移入9例，本土病例有6例。若是香港第4波新冠肺炎的疫情也伫咧继续，在伊新增加86例确诊个案，包括5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甲81例本土病例，其中有37例感染源不明，另外有49例是甲其他感染者个案有关系。特首林郑月娥是宣布，香港政府采购疫苗有突破性的发展。头一批新冠疫苗预计伫咧后个月到香港，数量会有100万剂。记者综合报道。泰杂志2020年度风云人物也已经出来了，是由拄选调美国正副总统的拜登甲贺锦丽得到的。年度艺人是由南韩的偶像团体 BTS， 年度运动员是由 NBA 球星 LeBron James。美国时代杂志2020年度风云人物由这位上任的美国正副总统当选人民主党籍的拜登甲贺锦丽当选。The people of this nation have spoken. They've delivered us a clear victory, a convincing victory, a victory for we the people. But while I may be the first woman in this office, I will not be the last. Because every little girl watching tonight sees that this is a country of possibilities. 时代指出，拜登甲贺锦丽组合就亲像咧卖予美国人一张开放地区加中间的门票。这摆大选创下8年来上悬的投票率，两人有8100多万票，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上悬，也比现任总统川普700万票较侪。第5大摇摆州拢顺利并盘。时代年度艺人是由真红的南韩人气团体红团少年团 BTS 得到。2020 was quite a bit more special for us because we had the best news and the worst news. The worst news is, of course, the pandemic and the tour cancellation. The best news was, of course, we had the #1 on Billboard. 올해 우리에게 희망을 주고 행복을 줬던 것은 온라인 콘서트 팬이었고요. 그리고 멤버였고요. 그리고 다 같이 이렇게 노래 만들고 춤추고 연습하고 이런 원래 우리가 하던 일상들이 다시 행복이고 희망이었던 것 같아요. 时代表示 ，BTS 伫今年爆炸性成长，不止新单曲创纪录，替美国告示牌单曲榜冠军，搁伫疫情之下展现真大全球影响力。好条歌迷支持黑人命也是命者运动。2020年度运动员由 NBA 洛杉矶湖人球星，荷兰叫做詹皇的詹姆斯得到，伊10月才甲湖人队赢到10年来第一座队史第17座 NBA 总冠军，搁是伊个人第4摆得到总决赛上价值球员。FMVP. In general, no matter what uniform I'm in, I'm just always humbled that I'm able to play this game at this level. 时代杂志个俄罗詹姆斯今年成立不只是一张选票组织，鼓励非洲的公民行使投票权，个提议利用体育场馆做投票所，维持社交距离，甚至伫练球时穿无投票的单式 T 恤，用家己做宣传。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讲到英国要脱离欧盟有1年的过渡期，佫剩3礼拜就要到期啊。不过，英国甲欧盟之间的谈判，佫卡伫虚权竞争规则等等的问题，也未有共识。英国首相强森甲欧盟执委会主席会谈了后，这集对外表示讲，英国可能会强制脱离欧盟，爱民众先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脱离欧盟的时间是12月31日，只剩3礼拜。不过脱欧了后的各方面要安怎接轨，双方也是经济上无法度达成协议。后了恢复进出英国的丹佛港，连续当被抢伫自由进出期限制进前入关的卡车，客甲满，车队绵延数英里远，烦恼进口货物卡掉的尾部，或者是介绍起起来人，无用伫各超市抢买吨货。首相强生趁欧盟峰会举行初9，甲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以晚餐会形式会谈。初10登去伦敦，强生爱英国民众做好无协议硬脱欧的准备。We need to be very, very clear. There's now a strong possibility
that we will have a solution that's much more like an Australian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than a Canadian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That doesn't mean it's a bad thing. 长春讲的澳洲贸易，只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条款做贸易，跟澳洲的身份同款，甲欧盟无自由贸易协定。那安尼就要加上关税，英国为欧盟进口或者是出口到欧盟商品介绍对起真济。 We are willing to grant access to the single market to our British friends. It's the largest single market in the world. But the conditions have to be fair. They have to be fair for our workers and for our companies. And this fine balance of fairness has not been achieved so far. Our negotiators are still working, and we will take a decision on Sunday. 另外，英国chế造甲东南亚上大贸易友伴新加坡签署规模176亿英镑的自由贸易协定，希望用填补脱欧了后的损失。公司新闻王慧文评析。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港口今年8月发生大爆炸，当地司法部门认定看守的总理、前财政部长甲2位前公共工程部长，因为这部的疏忽才会造成爆炸的悲剧，也决定讲要甲因起诉。 今年8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造成至少200人死亡，6500人受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法官认定是疏忽接手，决定起诉看守总理迪亚布加3名前部长。不过，这阵过了将近4个月，受害者犹原伫等待调查结果，早就已经失去耐心。 يعني كل حدا موجود بقلب السلطة أو كل حدا كان له مركز معين من أصغر واحد لأكبر واحد هو مشارك بهيدا الفساد كله سوا وبانفجار البار وبكل شيء عم بيصير بلبنان. 首都遭到大爆炸破坏，复原工作到即阵原地进行。不过，即阵爆炸具体原因也有待进一步来调查。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多名黎巴嫩官员讲到，2750栋的小酸铵是对2014年开始就放伫贝鲁特港口地区的仓库内底。而公开文件显示，当时的总理迪亚布在今年6月就知影，不过无采取任何做法。 在爆炸了后，25名港口甲海关人员遭到检调约谈，并且羁押。即阵看守总理迪亚布、前财政部长哈利勒甲2名前公共工程部长拢被起诉，会在下礼拜展开审问。这是即阵涉案被起诉人内底战绩相关的。而迪亚布发布声明，认为法官超过议会专门法庭的职权已经违宪了。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是伫初二表示，国际组织已经答应提出3亿3800万的美金，相当大票96亿2000万的紧急救助金。这笔钱会经由有公信力的非政府组织发放到民众手中，避免互贪污的政府有钱通摕。 而黎巴嫩即阵也大受新冠疫情影响，人口大约是690万，不过大约14万人确诊，死亡人数达到1100人。在经济疫情爆炸3层危机之下，黎巴嫩的复原之路恐行也真长。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最近伫海外社群流传一份调查局的公文，内面是写讲台湾甲美国做伙要推动泰国的民主革命。经过调查，才发现讲这是一个假消息，而且是中国网军伫咧扰乱的手法。也有抓到2个台湾民众有去到中国接受因网军的训练，这2个人落尾也互依照着违反国安法侦办。 网络社群的普文是用泰文写的，内容批评台美介入泰国内政，造成泰国社会分裂，而且图片是以繁体中文，假做是调查局的发文，含称总统府甲美国建议讲以网络协同作战推动泰国民主革命，佮以调查局驻安站副主任的名义来发文，去互假徛名副主任是出面公开反驳讲，这绝对是假消息。这个公文绝对不是我发的，但是上面写联络人是我本人，由我个人发布这份公文的话，应该留的是我个人的电子邮件，但这个邮件不是我本人的。另外，他的传真电话也不是调查局传真电话。调查局指出，假信息透过社群网站来散布是真紧，而且各方翻译做英语来转传，若是转传的拢是人头考做。调查局嘛发现，中国网军用集体操作，假做是泰国用户的名义来发送，其中共有2个台籍人士伫咧涉案。 因去年8月份就伫咧中国接受过训练，返来台湾了后，伫咧总统大选甲防疫期间散布假消息，造成民众惊吓。这个账户呢，都曾经转贴过华春莹，也就是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兼司长他的贴文王军社群
长期以来呢，都是帮中共进行大外宣啊，或是说帮中共进行一些政治宣传啊，假讯息有极高可能是就是来自于中共的网军集体操作的行为。调查局表示，两个查甫人甲中国籍的管理员分工，加速散布的速度，影响台湾的外交关系甲国际形象。调查局伫咧查到启动搜索，甲两个人带转来约谈。问讯了后，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法定组织等等的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嘛正做头一件网络国安案件。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接受伫今仔到期，国民党在今仔日召开国际记者会，批评蔡政府使用国家机器，要消灭无共想法的声音。不过，时代立委说认为讲，若准中天甲电影刷对网络去，可能就管袂着因，也呼吁讲媒体改革袂当自安尼就来停止。进前，中天想要甲52台保条例刷去，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中天落尾搁再提出控告，不过最高行政法院伫暗头又原是驳回专案确定。中天新闻台接照要伫咧11到期，10日饭点开始会正式伫咧有线电视系统顶悬停播。中天新闻从7日开始举办多达42小时无断电直播，伫咧大楼外口斗大荧幕，而且摆影仔，主播轮流就阵报新闻，宣示要报到52台变做乌画面为止。下班时间到，真侪民众伫咧关台倒大时间进前赶来现场乌演，而且搁有家己做的加油标语。国民党11嘛召开捍卫新闻自由的国际记者会，呼吁国际社会关心这件代志。来参加的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家己搁特别请去参加公祭乌西装，要替台湾要死去的新闻自由来哀悼。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leas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every year. In this report, freedom and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its benchmark. Freedom House, an NGO based in Washington, D.C., also published the annual report called Freedom in the World. I'm calling on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to take a long and hard look at Thai government's policy and practices. 国民党批评讲，蔡政府以国安做理由来限制言论自由，动用国家机器封杀无共的声音，是独裁要恢复威权时代。民进党下晡时发声明反驳讲，伫咧马前总统的执政时代，有 NCC 审查电视台无通过前例，批评国民党的标准拢是因伫讲的，而且强调讲，新闻媒体应该爱受国家政策甲主管机关依法监督，否认国民党伤害新闻自由的指控。若是时代力量是甲重点放伫咧媒体改革议题，提出中天专责网络新媒体了后，就无法通管，强调讲媒体改革袂当安尼就停止。网际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草案。我们知道这个草案其实已经行政院版已经送出来，但是我们希望赶快来修法。若是中天捌声请暂时许可摕到事业执照的基础分，前日去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驳回，中天阁提出控告，最高行政法院伫咧11月暗阁一届来驳回。成立26年的中天新闻台，确定爱到52号频道落架停播。记者综合报道。保育类的乌面大杯来台湾过冬的数量是愈来愈多。不过最近伫家己布地湿地的乌面大杯，有几只伊的食骨着伤老火。伫高雄嘉鼎湿地也发生1礼拜以来有少年煞10只乌面大杯破病软脚或者是死亡的情形。初步检验可能是巴顿杆菌中毒。这只乌面腊杯伫个腊肉地哪行哪掠鱼仔讨食，毋过伊倒边膝骨刷规片红记记，应该已经受伤。民众一看，熊熊惊到，赶紧通报。一个黑边皮肤身上怎么红色的？那一看呢，哇！比较用特写的镜头，还有看到他呢都在那个觅食，但是他受伤呢还可以走一段路，那觉得不是立即的危险。听说招爱人士找到伫家己布地谷中头前的腊肉地，发现这只受伤的乌面腊杯，有人怀疑敢是互人用风枪弹受伤。加在过灯工去看，这只乌面腊杯有缘甲其他鸟仔做伙。以前的经验里曾经发现旗鼓曾经发现是因为可能去撞到这个树枝，或是撞到天线，这样的距离，你夹了 PP 弹或是什么，要打它应该是打不到。唔那惊乌面腊杯受伤。最近鸟友上烦恼的，应该是乌面腊杯伫高雄嘉鼎收敛线出现软脚甲死亡。
大生是志刚发现一只软脚袂飞得，赶紧甲救起来送病医，刷落来就发现尸体。现在有一排黑面琵鹭，后面的那块浮岛那个位置的鸟友，他就在这里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他透过那个镜头，他觉得有一只鸟就躺在那个地上这样子，那就通报给我们知道。连续一礼拜，伫家丁拢总发现7只死亡的乌面腊杯，以前毋捌出现这种情形，尸体已经交予动保处处理。其中就是2只出来做化验，那即马初步的诊断是比较偏向迄个肉毒杆菌中毒的部分那因为其他可能佫考虑到其他的原因所以讲一寡相关的单位嘛去现场化验迄个水质的部分因为今年的雨水较少嘛，雨水较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讲容易发生水质的一种反应出来，就是会产生那个厌氧的总控。那厌氧的总控来讲，伊啊尸体内底的有肉毒杆菌。其实这个月伫家丁喇叭地已经出现300只乌面腊杯来过冬，数量比往年更较侪，原底是好代志。小连续有乌面腊杯中毒死亡。永工处已经采检当地水质，因为伫高滨溪嘛有类似的事件，今年佫拄到雨水少，当地民众嘛希望爱监控水质佮生态，互乌面腊杯有一个安全的所在通过冬。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姻事务的陪沙国小，虽然规间学校只有30个学生，不过因去参加教育部全国民俗体育竞赛，也有摕到8项目的特优冠军。也因为学生少，无分查甫查某拢是队员，咱也做伙来去看因精彩龙凤赛表演。锣鼓声响起，每个龙凤赛队的小朋友做每个动作拢无凊彩。这是云林4号乡陪沙国小的龙凤赛队。但由陪沙国小社会偏乡小校，全校只有30名学生，中高年级的学生差不多拢是龙凤赛队的队员。从2年级打到6年级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每天第1节下课都要出来练。手受伤了还要继续比赛哦？对。为什么？因为不想弃权。靠着平时下课时间练习，虽然受伤嘛，袂放弃的精神。陪沙国小的龙凤赛队近期参加教育部全国民俗体育竞赛中，取下8项特优冠军的好成绩。校方就讲，学校龙凤赛队为民国102年成立，也将龙凤赛纳入学习的课程，希望咱传承这项文化。就把它制定成我们学校的校定课程，是一个特色。那几乎就是从1到6年级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培训的计划。8个项目的冠军，应该是刷新所有队史的记录啦。我们全校只有30个小朋友，就用这30个小朋友比了8场比赛。教练就讲，早期4号乡农村武馆真济，有真济农民农民后，会规规做伙练习武术，也是来人使练身体，让后来少年人人口外流，人使活动渐渐没落。现在希望透过学校的传承和打基础，会当优秀学生学习特色技艺，成为云林沿海地区传承龙凤赛文化的模范学校。记者为你报道。伫咧南投的溪池乡甲国姓乡拢有客家住路，较早因为山区交通不方便，每批拢爱行山路，人生大大小小一寡代志，包括着结婚娶某拢爱靠这条高道。当地就甲号名做姻亲高道，地方镇也想要争取经费来修复这条高道。较早伫山区的交通非常无方便，民众为着要生活，就搬山过岭。这条大约4公里长的高道，深开始是南投县溪池乡五城村甲国姓乡南港村的居民为着彻查才开的。后来两村也接互相配亲，就成做一条牵姻缘的高道。人也讲是姻亲高道。这一条路早期应该是两村村民谋生的路，谋生的路就有这个姻缘的认识，就慢慢的。通婚每年逢年过节都会带着礼物来往。五城村甲南港村是南投县上重要的客人住路，这条有100年历史的姻亲高道，唔但联络两村的感情，佮串联客家的历史文化。不过自从公路开通了后，山路渐渐失落，珍贵的客家传统、人文历史也道道互人放袂记。这附近的聚落都是南投县客家人重要的一个范围。那因此这一条古道，它不单单只是一条古道，其实它串联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他的一些早期的生活的面貌，也渴望能够透过实际的踏查，
能够在这个古道上找到一些属于客家人留下来的东西。为了把客家族落的历史文化捡倒转来，县府争取经费，委托这方面的专家找找引擎古道。另外，县府也发现有10条古道和客家文化有牵连，就提出计划，望要修复路线。那甲以前传统找倒转来，也通带动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去到日本打拼的野球投手陈伟文，11月中对日本返来了后，今仔下晡也举办分享会，也讲到受到疫情影响，伊的人生也出现变化，也讲到讲未来也是以日本的职业野游为主。12月初3完成居家检疫，搁1礼拜自主健康管理。陈伟文回来台湾了后，公开分享今年的代志。毕竟受到疫情影响，唔知当时才会开始。陈伟文4月份先回来台湾，6月份所接到追手通知释出，为了保持状态，伫台湾自主训练，总算伫咧9月份接到日籍罗德海洋的合约，球季结束11月中回来台湾。今年总共3届的居家检疫，伊讲前2届是真痛苦。去想尽办法去怎么让自己有在丢球啦，还是有肌力的维持，这样子度日如年的感觉。罗德的报道日，真侪队友确诊，陈伟文笑讲1个月是做4届 PCR 核酸检测，若是罗德的市场例行赛，拢是优质先发，防御率2.42，毋过0胜3败，全部拢是因为队友的完合率上歹，而且队友嘛因为安尼一直来甲伊回失的。能打分数不能打分数，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反正就尽最大能力就好，就反而是变成我在安慰他们。经过9年才登记日本职棒，陈伟文感谢罗德的斗3工，若是新的球季，也是希望以日本职棒为主，袂去美国。不是要放弃，而是觉得说，以自己的考量来讲的话，还是希望就是不要再这么辛苦这样子。那希望就是以日本这边的话，至少环境啊，不用再重新适应了。加兵倒一队，陈伟文是无讲出来，但是伊今年已经35岁，伊知影职业运动的残酷。希望会当找较有竞争力的球队来刺激家己，会当更较拍拼落去做，才会当伫咧春季训练提出表现，袂去互比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8当前空军反向战机的飞行官王东基，伫法国训练时阵，飞行机发生故障，伊为着要闪临家厝所发生意外死亡。为着要表达对伊的敬意，空军甲新德市政府伫新德市内的飞行公园设一座展示高飞的装置艺术，要来甲纪念。请拉彩带。掀开布帘，出现一只麻叶踮天空顶飞的雕刻艺术品。设计者特别将作品的高度设做178公分，目就是空军飞行员王同义的身悬。这个雕塑正面看是一个山，侧面看是一个河流，上面还有一只老鹰，然后代表着同义守护着我们的山河，守护着我们的国家。那接下来就是说，在这个圆周的外围多了一个铁框，代表着铁汉柔情。飞官王同义是8当前踮法国训练的时阵，发生飞行机机械故障，伊为了要走向民家厝，牺牲家己的性命。空军希望透过装置艺术，把伊的精神永远留在大家心目中。王同义烈士大爱与勇气的装置艺术，永远伫立在他最爱的这片土地上，让王上校爱国的信念跟情操、舍己无私的精神，一直活在大家的心中。法国在台学会也来现场参加仪式。除了这项艺术作品，法国当地也有徛碑纪念王同义，表彰伊的精神甲事迹。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嘉义的中正大学台本所，为着要互高中生了解传统，也要刺激因的创意，因就开一个号做台湾阿嬷芭比时代课程，带学生囡仔走找阿嬷少年时阵的在地生活，也去拜访嘉义一寡老店，思考文化是要安怎透过创意重新应用。老师傅甲学生小解长衫的历史演变，这位师傅目前是家己市内也有用手工做长衫的人。毋那清查，中正大学台文所的教授，佮带学生去看一位女性诗人已经大的厝，念伊写的诗。一文悠悠，六尽清，很美哎，对不对？包着人中心会啦。因反正有这个课程。因拢来采访的来问，对咱台湾啊，总讲有这个讲需要讲这历史上的纪念性吼，是拢真好啦。啊嘛，我嘛真欢迎。
中正大学有要互地界内高中生更加了解在地历史生活甲文化，开办一门台湾阿嬷芭比时代课程，透过食穿大行各种层面，调查阿嬷过去伫家己的生活影粒。历史甲文化现场，会当经过囡仔的消化，内化，变做什么样？来变做因会当对应未来的生活的态度。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里生长，然后我想要知道我阿公阿嬷或者是更之前的长辈在这里是怎么样度过他的青春，然后有过怎样的那个，就是有怎样特殊的风貌。这个课程结合数位科技甲实地轰炸，主题嘛为以前行到即马。中正大学教授就表示，希望透过课程的教育，唔但互学生囡仔知影在地历史，嘛希望注重因的创意，互在地文化有中国运用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婚林口这搭带真侪迎宾甲新住民，迎宾服务处也邀请大家来参与活动，做伙做手工，把网仔变做是环保袋仔。迎宾也通好甲大家分享因人生的故事。台语歌《保破网》有一句是唱讲：全精神保破网，这民众说是全精神变网仔。原来这是迎宾处招迎宾新住民来做手工特别办的生活辅导活动。我都学习到那个，就以前没有学习到住宿这样，又可以增广见闻。以前我们这些退伍的老农民可以有机会聚一聚这样。联络一下感情啊，感觉这个很好，每年就有来啊。伫婚林县口湖乡遮，带袂少对国民党来台湾退伍的迎民，后来也带真侪新住民。这届迎民服务处就招因来编网仔，毋但会当写做是环保袋仔来录讲啊，也互参加的民众知影，英过口湖的居民靠掠鱼渡沙长的日常，更加了解在地历史。那我们用渔网编织的环保提袋，让来这边做 DIY 的朋友们，他们可以感受到渔网跟渔民生活的连结。我们主要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来协助我们荣民眷生新住民的家庭来做一下我们台湾当地的生活的适应，协助他们更好的融入我们的生活，那也让我们荣民眷的那个家庭能够更幸福。那编网仔的活动，迎民处也带这迎民新住民来参观观光工厂，表扬幸福家庭。上重要的是，大家做伙食一顿饭，开工生活大细项代志，更加适应住伫台湾的日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三地门乡有部落伫咧推广劳工证强学，互囡仔逐礼拜去一间照顾中心陪伴士大人运动啦、读册啦，有一寡囡仔陪伴老大人的生活也加较快乐。看到母母甲球弹出去，囡仔拢大声喊加油，现场足热烈的。比赛输赢无重要，日照中心遮的阿公阿嬷，因为有这群囡仔陪伴，心情感觉变较快活。这边比较好，比较热闹，跟小朋友在一起好玩。我学到很多，然后我觉得母母他们很可爱。蒂摩尔国小4年前开始脑游公学课程，因即马逐礼拜拢会来日照中心唱歌、讲故事，互母母听，嘛甲老大人做伙耍、做伙画图、做手艺。毋但老大人有人陪伴，囡仔嘛学习要安怎照顾别人。在传统文化里面，其实部落是一个共生、共享、共荣的一个部落。那其实大家是彼此互相照顾的。经过了1次、2次，甚至数次这样的互动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那个表情是很多的喜悦，甚至他们会期待，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来。日照中心的老大人拢是失智也是失灵，因甲囡仔的互动是上好的治疗。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透过这个课程，互囡仔提早理解失智，嘛是上好的生命教育。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區對17度到21度。中部地區對19度到26度。南部地區對21度到28度。東部地區對19度到24度。咱來看外島地區，對15度到22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新聞的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馬仔同一時間，咱再會。